喂，大家好，又係3A Design Leo。今日咧去灣仔嘅家居展，咁我睇下下一年有咩新產品、新設計俾大家嘅。咁啊你哋如果攞咗新鎖匙嘅朋友，或者做緊新裝修嘅朋友，不論係居屋啦、公屋啦或者私樓嘅，就不妨同我哋設計師對接一下啦。因為咧而家做緊7折優惠，免費度尺，咁啊同埋媲美咧，亦都有我哋生產基地帶俾大家。如果有興趣嘅，就睇完條片同埋跟住我嚟 ，Let's go！我哋3A最主要咧就係做全屋訂造家私啦。咁如果大家對依方面有需要嘅，不妨同我哋設計師對接一下。因為咧而家我哋咧就做緊7折優惠，免費度尺。咁啊俾大概嘅概念你啦。咁乜嘢叫做喂？有咩叫性價比高啊？係嘛？咁大概咧，我哋做兩房單位度咧，就間兩房大概係13萬至15萬。咁點解會咁樣咧？就其實唔係海鮮價，係最主要咧，佢可能唔同多少嘅燈位啦，或者鏟底油油啊，或者唔鏟底油油，普通油油，或者需唔需要做鋁窗啊？鋪磚嘅方法，使鋪地板啊，定係黐牆紙啊？咁呢啲咧都係個價錢會唔同嘅，係啦。咁啊，所以咧兩房單位大概13萬至15萬。咁啊如果間3房咧，大概18萬8到，係18萬8到。咁啊，當然一定有出入嘅。咁但係都要度尺，始終都要睇你哋需要乜嘢產品啦嚇，需要點樣設計。咁我哋廠咧就喺佛山嘅，基本上咧就當我哋安排咗免費度尺之後咧，咁就設計師咧會同你做設計啦。咁啊，了解下你嘅個人需要啦，需要幾多張床啊，或者中意咩顏色啊，中意咩風啊，日風啊，歐風啊，係嘛，現代風啊。咁啊，了解咗你嘅需要之後咧，我哋設計師就會同你出呢個3D 效果圖。咁啊，出完3D 效果圖之後咧，咁就會開始做一個即係尺寸圖啦，要覆一覆個尺寸圖啦，因為尺寸係非常之緊要嘅。咁啊，亦都如果你係要做自己買嗰啲抽油煙機啊、爐頭啊、雪櫃啊，亦都要俾晒尺寸我哋。咁啊，出呢個尺寸圖，確認咗尺寸圖之後咧，我哋就可以安排生產。咁啊，如果安排生產咧，大概過1個半月到啦。咁如果有時啲客有呢個特別需要嘅，我哋都會幫佢追貨嘅，即係都會幫佢谷批貨出嚟先做你批貨咯。咁啊，排咗張單先。咁啊，成個流程咧就大概係個半月，最少個半月㗎啦，個半月至2個月到。咁啊，個人都新屋、新居屋、新公屋係嘛，趕住入伙。咁啊，希望都可以幫到大家，係啦。咁如果大家對真係有需要嘅，可以不妨同我哋設計師對接一下。OK，咁啊，有需要就再聯絡啦。係玻璃門，係一個緩衝嘅玻璃門。加埋燈帶，咁啊出邊有展示櫃啦，因為出邊有展示櫃，咁啊所有由呢個拉落嚟嗰啲掛桿啦，中間有個櫃桶啦，咁啊呢度又配咗塊鏡啦，配咗塊鏡裝喺裏面。呢度有一個衣櫃啦，呢個獅字櫃啦，呢個下邊有個擺鎖匙嘅位置啦，有2個櫃桶，下邊有鞋櫃，呢個坐位有個掛衣，有個玻璃位，呢度做咗弧形圓角。做咗弧形圓角，哇！呢個cyber feel，靚就幾靚啦，但係唔知用唔到，可能有啲刺眼。係呢個電視櫃啦、衣櫃啦、裝飾櫃啦，呢度有個衣帽間啦，咁啊啲電視機。
如果到時訂做家私啲電視機，亦都要俾我哋啦。咁因為我哋要需要個尺寸嚟先可以做到個電視櫃噶嘛，唔係一陣塞唔入就大鑊啦，係啦。咁喺呢度咧就超多嘢睇啊，好旺好旺好旺嚇！哦，咁啊，咁可以。工具都有工具。無縫塗層微水泥。好，大家好。嗱，呢個咧就我哋啱啱買翻嚟嘅1拖3嘅切割機，咁啊全部都自動化。嗱，所有嘅灰塵咧都由呢啲管道排出去嘅，所以非常之企理。嗱，一塵不染啊！我哋間廠一塵不染啊！非常之企理啊啲板。嗱，當我哋需要板嗰陣時咧，呢部機咧會吸咗塊板上去，然後咧推落個軌道度，然後咧就攞去切割㗎啦。嗱，我哋就一轉啦。嗱，做完之後咧，我哋就會做分貨。嗱，每一個客嘅貨都會分批擺好，做出口包裝。嗱，所以好企理啊！嗱，切得好清脆利落啊。OK。嗱，嗰邊咧就係電子腳。嗱，我哋過去嗰邊睇睇。嗱，呢啲咧就又係另類嘅切割機，呢啲係電子腳。嗱，呢邊咧就全部倉存，全部電子腳啊！全部出電腦。